大家好，我景熟啊！嗱，今日咧，你哋睇到我喺度摘雞蛋果係咪咧？嗱，呢啲雞蛋果其實係未成熟噶嚇，但係未成熟都要將佢全部摘啦咁啊！之前好多粉絲朋友都問過我嘅，雞蛋果邊個時候進行催花，咪用點樣操作咧？咁今日我同你哋分享下先嚇。雞蛋果正常嘅花果期喺5月份開花㗎，要到11月、12月先正式成熟㗎。因為呢一批果啊係我去年嘅。用一種方法能夠將佢11月份能夠吹得多大座花嚇，咁呢個唔係正座嘅果嚟㗎嚇，咁所以今日我就將佢摘晒先。嗰啲樹又比較旺長嘅話，佢會將嗰啲養分吸收咗啊。嗱，將啲葉摘咗佢。嗱，將佢摘咗之後，嗱就撈翻尾段。咁呢啲位置咧。我用就花花盆花嗱，咁嗰啲透陽咧，你必須要添加啲有機肥料啊，啲羊糞啊、雞糞啊，多啲疏水嘅材料嘅。